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Go》下班，我係民族。今日嘅民族來到新竹嘅新亞埔嘅島邊，牛皮到香米毛，到呀島邊啊有一間店啊，做人去個手做披薩哦，體驗做這個窯烤披薩的樂趣，到底很用版呢？聽啊，聽下來你看呐。好，店長，那現在就麻煩你來教我這個手工披薩要怎麼做呢？好，那首先我们要先在双手撒一些手粉，好，一只手去轻轻的去按压一下面团。下一个动作的话呢，就是要把它变大，对，往两侧拉开就可以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可以摆放配料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咸猪肉、跟凤梨，还有一些 cheese。那店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怎么会想要在这边开一个手做披薩店呢？因为我的爸爸刚好会搭窑，会做一些艺术的部分，还有主要是做一些纸浆的创作。所以这个就是爸爸搭的。对，就是爸爸搭的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刚好我们也可以教大家讲这个窑的客家话，就是叫做窑，很好记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披萨你一定要教大家喽，披萨的客家话你知道吗？就叫披萨啊，就叫披萨，因为它是外来语，是没有错。哇哦！跟客家比较口味相关的披萨。现烤出来是最棒的，而且饼皮真的好软 Q 哦。那个游客来到这边呢，真的可以感受，吃到有客家味道的披萨，然后再来这个青瓦屋里面感受客家风情这样。刚好我们今天可以来让观众朋友一起学习，就是用窑烤披萨，客家话就是叫做用窑配披萨。拥有灰披萨。很厉害，用窑配披萨，有灰披萨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会发现自己手做的披萨好像比较好吃耶，而且吃起来呢特别的有成就感。当然，让我们认识新的词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披萨，披萨客家话太好记了，就是披萨。因为呢它是外来语，所以客家话也是取着外来的发音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来学到就是窑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这句话就是用窑烤披萨，用窑配披萨，用窑配披萨。记得哦，记得在这个新瓦屋文化园区呢，非常的有趣，有很多不同的人驻村在那里，有空也来去逛逛吧。下次见，拜拜。